翠園咧周邊有8大商圈，好似 7-Eleven 咁，僅有1個商圈喺你附近嘅。中秋節一家大細翻嚟呢度賞月係咪好正啊？掛滿晒燈籠，成世人咧都冇住過 CBD， 嚟到中山都住下 CBD 啊！新鴻基喺中山暫時係唔會再有其他項目噶啦，所以大家咧要爭取最後嘅機會啦。其實我係一個香港人，仲係100%嘅一個香港嘅原居民。咁其實我覺得中山人咧真係好包容噶，唔係賣花讚花香。各位老友記，未睇片之前記得關注我灣區 Jackie 頻道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今日 Jackie 又嚟到東區新鴻基逸翠園啦。上一次幫朋友檢查完打風後間屋，順便睇埋82棟向南單位，仲探索埋周邊有乜好食。之後好多朋友私信我話：喂 Jackie 啊，82棟睇得唔夠喉喎，幾時可以一次過睇晒其他單位啊？好。為咗滿足大家，我今日專登過嚟一次過同大家掃一掃82棟4個單位嘅鏡頭。睇單位之前重溫下個園林先。其實之前我已經拍過好多次㗎啦。咁新鴻基啲園林呢，其實我一直以嚟都非常之欣賞，因為佢哋用嘅樹木嘅品種呢係都幾多㗎。咁同埋咧園林設計有層次感啦。咁我哋講緊中山呢，就係同埋呢個花都嘅新鴻基呢，就係法式園林，東莞呢，就係英式園林，哇！廣州南咧就係現代山水融入社區啊！你諗下，新鴻基其實佢喺園林方面嘅設計咧係落咗心思嘅，而且新鴻基地產一直堅持以心建家呢個信念，亦都正正係佢哋能夠贏得口碑嘅原因。其實咧，我真係好相信新鴻基嘅品質。同埋佢呢個小區嘅所有氛圍咧，我都非常之欣賞嘅。嗱，逸翠園嘅入戶 lobby 咧，之前我介紹過嘅6.8米高，係咪好 grand 啊？呢啲真係豪宅嘅風範啦。咁同埋咧，大堂呢啲設計咧，就全部都係香港樓嘅氛圍。咁我哋嚟呢度睇睇啦。嗱，呢度咧而家係出唔到去嘅，咁我相信如果入齊火之後咧，呢度應該係業主有權限可以咧出去唞唞噶。嗱，出邊有個綠道，夜晚食完飯落嚟唞下涼，幾 fit。82棟已經開售咗一段時間，成個項目已經進入最後嘅階段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新鴻基係香港地產界嘅老牌標杆，陪伴我哋成長。每次喺中山見到呢個品牌，都特別有親切感。逸翠園作為佢哋大灣區第一個豪宅項目，喺中山一直以嚟都有好好嘅口碑。成個項目由第一期開售到依家已經23年啦。哇！個電梯好勁啊，唰一聲上到嚟24樓，24樓係樣板房嚟嘅。之前咧我已經走嚟呢度行咗幾轉噶啦，做晒功課。嗱，01戶型咧就係向住呢邊嘅，02、03、04咧就係呢邊嘅兩梯4戶。呢個走廊係咪好光猛啊？嗱，首先我哋睇睇01戶型嘅123平方，3房2廳2衛。雖然主露台係向北，但係就南北通透。同埋有樣嘢好正咧，就係唯一一個戶型喺82棟咧就有呢個日戶花園嘅。咁我哋首先睇睇嗰個景觀先啦。嗱，我哋成日都講咧，逸翠園咧周邊有8大商圈，好似 7-Eleven 咁，僅有1個商圈喺你附近嘅。呢一邊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Top Park 富日城啦。因為呢個商場咧都算係新嘅商場，同埋有一個 Coco City。呢一邊咧就係石岐嘅萬象匯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入嚟睇下個戶型先。樓底高3.15米，呢個戶型嘅採光都唔錯喎。客廳開間3.6米。逸翠園嘅5B 期由81棟到84棟嘅首播我都有拍，對啲戶型已經好熟㗎啦。其實佢哋棟棟都係差唔多嘅格局，同埋我成日都話佢啲清水房交樓真係一直以嚟都係咁企理。主露台嘅景觀係同入戶花園係一樣嘅。今日天氣咁好，露台景觀同視野都一流啊！如果係高層單位，絕對係冇得頂啊！坐喺客廳呢個向南窗台，仲可以望到紫馬嶺嘅摩天輪啊！正唔正？因為係清水房交樓，業主日後都會按照自己嘅喜好嚟裝修，所以今日我主力係介紹朝向同埋陽台景觀。呢一樣亦都係好多朋友要求我做嘅。今日唔係介紹裝修喎，大家就跟住我嘅鏡頭睇睇個空間感同格局啦。主人房嘅視野一流啊！我哋出去睇睇，同樣都係望到個摩天輪。嗱，而家我哋嚟講講02戶型嘅86平方，
2房2廳1個洗手間，係極之適合嗰啲剛需人士或者係單身人士。嗱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點解咁樣講呢？跟住我入嚟睇睇。如果好似我中意煮飯呢，我就好中意呢個廚房。點解呢？嗱，係咪唔細啊？仲有啊！如果你買咗之後咧，想要個廚房大少少嘅話咧，到時揾個師傅同你諗一諗啦嚇。呢度我唔詳細介紹啦。咁個客廳咧，嗱，呢度仲有個窗，可以通一通風。即係如果打風落雨，你想通風咧，可以開窗都好正㗎。呢個開間咧就3.4米，嗱個露台咧仲一流啊！細戶型呢個露台差唔多有6米長，咁仲有一樣嘢最好咧，可以連咗去隔離呢間房嘅。如果夜晚瞓唔着，出嚟食下煙，係咪好正啊？咁我哋入嚟睇睇啦。咁呢間房大家諗諗做書房啦，或者係做呢個衣帽間。個睡房咧係咪好光猛啊？有2個窗，仲可以望晒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。而家嚟到03戶型，03戶型同04戶型都係一樣嘅。上一次我介紹過向南望遠景嘅，哇！啲風幾犀利，你睇下吹到我頭髮都喐埋。咁121平方，3房2廳2衛。而家入嚟睇睇廚房，我唔特別介紹啦。咁其實咧5B 期嘅廚房咧都係 similar 嘅。咁最好咧呢個戶型，其實之前我有客戶買過咧，佢就中意有呢個空間，仲可以發揮呢個生活露台同埋呢個廚房。嗱，記住揾個師傅自己諗諗啦。咁個開間咧就3.4米，哇！最犀利咧就梗係個露台啦。上一次拍片我講咗話6米，其實有9米啊，非常之即係唔好意思，我要 say 下 sorry。嗱，如果中秋節一家大細翻嚟呢度賞月，係咪好正啊？掛滿晒燈籠，仲有無敵嘅摩天輪景，石岐中心小學、皇朝會所、園林。哇！有冇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？而家我哋行返入去大廳，帶大家睇睇入面嘅房啦。如果鍾意向南望遠景3房，就真係要把握機會啦，因為賣完就真係冇㗎啦。呢個03戶型最正就係全南向，個露台連通2間房，連同主人房3間房都可以直望摩天輪。主人房更加雙窗設計，成日都咁光猛啊！而家嚟到04戶型，91平方，2房2廳1個洗手間。嗱，呢個戶型咧我係非常之中意嘅，同03戶型一樣係向南嘅，全向南。嗱，而家我說服緊屋企人買嘅，我提大家咧，呢個戶型咧係非常之熱銷嘅。咁我自己個人係非常之中意，就係因為呢個廚房啦，呢個空間我就真係覺得好爽。可以咧慢慢發揮，咁同埋咧，你知啦，成世人咧都冇住過 CBD，嚟到中山都住下 CBD 啊，咁啊，梗係叫屋企人買啦，大佬冇咁多壓力噶嘛，係咪好蠱惑啊？嗱，最好咧就係呢度都係望到個摩天輪景，雖然呢個露台唔係好長3.4米，但係我覺得咧，對於我嚟講咧係絕對夠用噶，開間都係3.4米。嗱，睇睇啲房先。嗱，呢一個咧同東即係向我哋頭先所講嘅向東個戶型，即是02戶型咧係大咗啲嘅空間，因為佢91平方啊嘛。咁但係啲房咧係咪好光猛啊？望到個摩天輪，咁啊嚟呢度睇睇啦。呢個房2個窗都係望到個摩天輪。點解我咁鍾情呢個戶型？係真係有原因嘅。嗱，上一集咧，其實咧我講過咧，03同埋04戶型咧就可以打通嘅。咁你話，譬如好似我自己咁咧，小型家庭咧，咁其實有冇必要打通咧？因為其實講真，如果有條件嘅，咁其實我都要諗下日後嘅維修保養啦，因為唔係有咁多人住啊嘛。咁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有條件嘅，嚟到灣區買一個新鴻基嘅樓盤，2個單位加埋係91平方，再加121，即係講緊嘅200多啲嘅平方。但係你可以唔使400萬可以買到，最貴我哋講緊嘅係300幾萬，你就可以食晒整個摩天輪景。咁你話係咪好一流啊？咁呢個價錢大家諗下，咁嘅面積
咁嘅發展商喺香港係賣緊幾多錢？嗱，而家我坐喺82棟嘅架空層，哇！今日天氣又好啦，同埋咧好涼快啊！頭先吹到咧頭髮都亂啊！嗱，今日咧我已經帶大家咧去睇咗82棟所有嘅戶型啦，同埋咧都行過個園林嘅。咁新鴻基喺中山咧賣埋最後呢個82棟，我講緊逸翠園啦，最後呢期咧就叫做裕非凡。新鴻基喺中山暫時係唔會再有其他項目噶啦，所以大家咧要爭取最後嘅機會啦。點解逸翠園一直咁受中山同香港朋友追捧呢？因為佢係新鴻基喺中山唯一嘅豪宅項目，管理公司仲係新鴻基旗下嘅康業物業管理，加上坐落東區 CBD 核心地段，地理優勢啊，真係無可替代啊！等我簡單介紹下周邊嘅配套啦，10分鐘車程之內可以去齊8大商圈，例如紫馬廣場、富日城、Coco City、利和、石岐萬象匯、假日廣場，全部有齊。15分鐘之內仲可以去到3間3甲醫院：東區博愛醫院、石岐人民醫院、西區中醫院。講到交通啦，香港朋友可以直接喺香港坐永東大巴去到盛景順豐，再 call 車去項目，大約都係6-7分鐘。由深圳過嚟就喺寶安坐跨市公交到東區嘅博覽中心，都係18蚊人仔嘅啫。再 call 車去項目，大約都係10分鐘車程之內。未來嘅廣州地鐵18號線通咗車之後，興中站 C 出口就正喺假日廣場門口。近排開業嘅山姆店，坐落喺中山北站嘅片區。項目過去大約都係20分鐘車程到嘅咋，加上家門口就係省一級嘅石岐中心小學，前後仲有2大公園環抱，紫馬嶺公園同埋華僑公園。呢個咁成熟嘅生活配套，完全實現買樓要買好 location 嘅硬道理啊！好多朋友咧，佢私信俾我咯，佢話 Jackie 啊，如果我冇記錯咧，你以前應該係做房產㗎，點解無啦啦會分享咗中山生活咧？咁我係咁意講俾大家聽啦。咁其實咧，舊年咧我大病一場，幾乎死過翻生嘅。咁當時咧就全世界啦，包括埋醫生啦，都建議我啊，其實應該咁講，叫我休息啦。佢話咧錢係揾唔晒㗎，咁同埋你知啦，我都唔係後生㗎，咁我都要顧下命仔啦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咁其實我都得閒嘅時候會分享下中山嘅生活嘅。咁有啲人咧就覺得好奇怪，我話 Jackie，你究竟係中山人、東莞人定係咩人咧？咁我成日都同朋友講咧，其實我係一個香港人，仲係100%嘅一個香港嘅原居民。咁點解我會嚟咗大灣區咧？其實20幾年前咧，隨住嗰個工業嘅走勢，我就嚟咗東莞做製造業。咁一個偶然嘅機會，即係過咗20年之後咧，有個朋友咧，佢就嚟咗中山買樓，咁佢就隨我嚟中山住。咁嗰時我自己都有半退休嘅諗法㗎啦，咁我就覺得即係唔同嘅年紀做唔同嘅嘢啦。咁東莞有東莞嘅繁華，中山有中山嘅宜居，但係我呢個選擇咧係冇錯㗎，我覺得。因為我嚟到中山之後咧，喺呢段時間拍片咧，其實中山嘅朋友咧，佢哋俾咗好多素材我，亦都好幫助我每一次拍片。啲商家啊，或者係一啲喺街度撞到啲路人咧，佢都願意話俾我聽，嗱，嗰度有啲乜嘢啊，嗰度有啲咩嘢啊，你應該點樣拍？咁其實我覺得中山人咧真係好包容㗎，唔係賣花讚花香，係真係出自個內心去讚揚呢個中山嘅朋友嘅。同埋咧啲飲食咧，其實亦都好啱我哋香港人嘅。嗱，講到呢度啦，咁我都要賣下關子啦。咁我呢個頻道咧，由而家開始咧，會陸續咧介紹下一啲中山嘅優質樓盤啦。嗱，好似逸翠園呢啲樓盤咁啦。咁同埋咧，我會繼續分享中山嘅生活，因為好多朋友同我講話 Jackie 你唔好停啊，好中意睇你嘅片㗎，你嘅掃街市咧簡直一流啊！如果大家中意今日條片，記住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同埋記住所有觀眾，如果你嚟過中山有咩特別嘅地方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我會去嗰度探一探、拍一拍、share 俾大家。嗱，今集時間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